这空神之森一旦深入，死神可是随时会降临的。你想好了吗？空神之森，那是什么？一个古老的禁地。深入空神之森者，可杀无论。吉拉，他是个痴迷于改造亡灵的疯子，小心你们的守护灵也被盯上。哼，他敢！司令兵，不堪一击，我还想见识见识镇魂将的手段呢。李轩辕，都这时候了，你怎么还不出来？主人，这次是锁灵师所做，我被困住了。许褚，典韦，向后退，向后退！受死吧！哥哥，不要过来！主人，主人，主人！曹彦兵，你不会是要……想要取我性命，还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时间也快到了，曹彦兵一定会去那里。这次绝容不得半点差池。